歡迎大家返嚟我嘅 channel 睇我呢條片咯。如果大家中意睇我嘅片嘅話，麻煩幫手撳個 like 或者免費訂閱我嘅頻道，多謝大家各位。我之前出過呢條片，話日本人喺11月會去神社嗰度買紅手，希望來年生意興隆賺多啲。呢一排去啲家居用品鋪，開始買一啲日本過新年日本人會買嘅用品咯。咁呢一條片呢，就會行下啲家居用品鋪，好似 Viva Home 咁啦，賣緊一啲咩用品日本人會買嚟過新年嘅呢？咁嚟到 Viva Home 嘅門口呢，就見到一大張12月嘅大安吉日日曆啦。咁我睇完呢張日曆先知，原來日本人嘅冬至呢係同香港人嘅冬至呢係同一日嚟嘅。咁可以方便一啲嚟呢間家居用品鋪買一啲過年用品嘅日本人啦。究竟邊一日係吉日啦？適宜邊一日安放呢個注連繩同埋鏡餅咯？其實我都好想知道日本人過新年係會買啲乜嘢擺喺屋企嘅咧，因為我記得學日文嗰時老師係冇教過嘅。咁呢個日本新年裝飾呢，就旨在歡迎祖先神靈啦，或者豐收之神呢，來年帶嚟好運同埋祝福咯。咁呢度嘅位置呢，就賣緊一啲叫做注連式嘅新年擺設啦，日文叫做しめ飾り啦。我第一年啱啱搬入去千葉縣一戶建嗰陣時呢，係買過一個呢啲咁嘅注連飾擺喺屋企嘅。咁我又問下 AI 啦，咁其實注連飾呢，就主要係擺喺屋企門口或者玄關嘅上方嘅，咁象徵設立咗一個結界啦，驅除厄運啦，迎接神明啦同埋好運嘅。咁每年新年呢，就應該攞去神社或者寺廟燒咗佢嘅，咁但係我就好貼制啦，擺到而家。咁呢個位置呢，就賣緊一啲叫做門松啦，咁主要係擺喺屋企嘅兩側啦，通常以松樹枝或者竹枝組成啦，作為迎接年神嘅降臨嘅象徵啦。咁喺呢個位置呢，就有一個介紹鏡餅嘅說明牌啦。咁我諗係主要係希望一啲唔識日本文化，好似我咁嘅外國人知道多啲鏡餅咯。鏡餅日文叫鏡餅。咁我又問下 AI， 究竟鏡餅係咩嚟嘅呢？喺日本新年期間呢，係用嚟供奉神明嘅，係祈求來年好運嘅傳統麻薯年糕。咁係喺一個大嘅粉團上邊放一個細嘅粉團，咁喺頂部呢，就放置一個橙啦，代表世代繁榮咯，象徵圓滿同埋吉祥啦。通常喺12月底擺放咯。咁喺新年嘅第11日呢，就有一個叫開鏡餅儀式啦。咁將佢切碎啦，煮好啦，咁祈求健康同埋豐收嘅。咁喺 Viva Home 呢個位置呢，就有呢啲咁嘅鏡餅賣啦。咁呢啲咁細個嘅鏡餅，我諗主要都係擺放啦，或者適合一啲一人家庭使用。咁喺呢個位置呢，就賣一啲日本嘅利是封啦。咁喺日本呢，俾利是通常淨係俾小朋友噶咯。咁喺門口嘅位置呢，就有賣呢啲叫做連色繩啦，日文叫しめ縄啦。咁呢啲注連繩呢，通常係用稻草編成嘅繩啦。咁日本神道教呢，就用於潔淨啦、結界啦、辟邪啦、迎神啦同埋祈福嘅聖物嚟嘅。喺神社嘅鳥居呢，就會見到呢啲注連繩啦。咁日本人過新年嗰陣時呢，就會掛喺門口啦，以象徵隔絕不祥啦，迎接神明同埋好運啦。咁新嘅一年嚟到啦，最簡單嘅方法至少都買翻一個新嘅掛曆啦。咁過新年就唔會忽略食物呢一方面咯。咁日本人過新年之前呢，就會喺便利店啊、超級市場啊、百貨公司呢，咁就會預訂呢啲多層嘅食物盒啦，一來方便啦，款式多啦，又唔使自己煮啦。咁呢啲多層嘅食物盒呢，就叫做預節料理啦，日文叫做おせち料理。咁呢啲預節料理呢，就通常係3層啦，有啲係5層啦。咁係冷菜嚟嘅。咁喺新年頭3日食啦，咁就希望啲家庭主婦喺新年呢，就可以休息一下啦，又唔需要打攪神靈啦。咁每一道菜呢，都含有吉祥嘅寓意啦，象徵新一年呢，就祝願美好啦、健康啦、長壽啦或者豐收啦。咁呢啲預節料理呢，就係喺日本71可以預訂嘅款式。呢條片就嚟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收看我嘅片，多謝大家。